讓人嘅屋卡變到行國安全嘅3種方法。第一，我出咧一天可以放一條濕水嘅抹腳布，一個冇放到濕水嘅抹腳布，一踩落去，水冇濕到乾淨，一踩到一隻磚嘅時候就係跌到。洗好燒過後，洗燒盆旁邊一天可以放一隻布來抹燒，唔係話水就跌到一隻天內，天內最後變到好滑。第三，重一條碗啊，最重一條碗啊，最後係放在有卡下背嘅 compartment， 唔可以放在蛋糕，因為老人家夾嘅時候，有時候唔 balance， 夾下來，因為老人家行動唔方便，夾嘅時候跌下來，最後好危險。使用咧就係做最輕防滑處理啦。假如很像一廚房店，平時喺講煮菜嗰度啊，要炒要煮要炸條嘿，天大一天咧好多條油煙水啊，罐頭嘅後光滑後油嘅。所以講做我哋最輕防滑咧，老人家跌倒嘅機會就係少好多，少97%。我哋最輕 anti-slip 來得到更多有用嘅 tips。瓷磚防滑就選 Joaking Anti-Slip。